得见得恨，情欲的世界，人生福寿怎样你敢知？做着男性，要紧头一层，就是有志气。阮失志的时候，受人的体育，被所爱的人放散，一时想要解决失恋的痛苦。消极的人有自杀，有的伤害对手。你看咧，每日的新闻报纸上都写着爱、甲恨、毒杀、凶杀、自杀的记事，实在是款是真戆的人。有影，我是来酒场啉酒。煞来讲着一款无趣味的话。你这位人客，请你唔通安尼讲，这是实在的话。阮听得真有趣味个。哈，看起来你是一位真漂泊的男子，你敢也会被女人放杀心？是，因为3年前，我互一个女性来甲我放杀，受到精神的打击，应该是自杀去。但是我再改着人生观，当作失恋是一种的好经验。奋发努力，才有通来这酒场啉酒，甲你熟悉。3年前，互人放杀去心有影，你这位人客，唔知什么大名吼？我小姓姓林，林清华就是我本身。林清华先生就是你阮真欢喜，你是真出名的人，阮永远袂当甲你判酒，大家熟悉，阮实在真光荣啦。款不应该，3年心永远在心内。人生小恨，定情在心内，等待时机一点不已在。金秀，你的名叫做金秀，实在好得真好名。金秀，我今晚有带着一张相片，就是3年前事业互人放杀的时候翕的相片。迄时我是无喙手，也无挂着目镜，而且身体治病，面目消散，全然甲即阵的面型无相共。这一张相你看较深着。这张相，这张就是你就是棉花。哈哈哈！金秀，毋是阿桃。免着惊，今日来酒场啉酒，毋是我的目的，我是专工要来找你。这3年来，带着男子的志气，建设着我的地位，宣传着我的名声，利用着我的成功甲发展。今日专工要来报复你。金秀，毋是阿桃，男性伟大的力量，你永远毋通袂记是遮好。你请。请等下，棉花。什么？爱甜之食，迄卡皮包，迄个皮包总摕去。棉花请等下，棉花。
情着境界，唔通陷害影响会将。